众朋友，大家好，下晝3:86，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了》，我係廖慧珍咯。今日先來到禮日好空間來報道嘅單元，同所有嘅觀眾朋友一同下來關心呢個空間嘅話題吼。觀眾朋友唔知係記得冇？前日參與當多人看嘅呢個韓劇裡邊哦，是有安尼嘅一段內容吼，即講利用呢個救濟毒素來刺人哦，去度嘅呢騙人呢，因為胰島素哦，本人挽拍了後呢，是安尼做拍嚟吼。講到呢個胰島素嘅時節，鄉親朋友係咩有談到咧？今日我哋講到嘅主題係乜嘢咯？我唔想講，今日同大家來講到嘅係呢個高血糖嘅一個問題咯。今日同現場同班級有俾大家來請到林慶光林醫師好。主持人大家朋友觀眾大家好，今日當歡喜有個機會好來到我討論糖尿病嘅問題，帶中立嘅立新醫院係腎臟科嘅醫生。好，今日就愛麻煩林醫師哦，來讓鄉親朋友來講到一個有血糖嘅朋友啊，順來啊吼，按用嘅照顧自家，韓國呢按用嘅來做一隻預防嚟哦。頭先來講到血糖咩吼，你話血糖嘅部分呢，就當到嘅朋友就會講，一三年啊，係講當好食一個甜嘅東西吼，即甜氣來講啊，就會知道講一三年較會有一個血糖嘅問題哦，即講糖尿病嘅問題。一下呢，吼，像當到朋友所按用。講啊，就係問林醫師，像你嘅糖尿病，然後你好食甜嘅，好食甜氣，按用咁有同直接嘅佢嘅關聯性咧。你先講一下乜個人都糖尿病哈。頭擺人講糖尿病，係個尿道上有糖分，特別數下哦，尿吼，你講會行過來，你講會行過來。而家人講糖尿病診斷吼，嘅血糖大嘅超過126。都按到糖尿病。古所一下來講，診斷係看血糖，頭高係看有嘢講冇嘢講。冇嘢講。係。不過一下來講吼，較強嘅糖尿病，無論有糖尿病有控制好吼，嘅尿道項目一天會有糖分。係。講主持人他問講，食得甜同糖尿病有關係冇？其實冇一天嘅直接嘅關係啦。有啲人當好食甜，一生人都冇糖尿病。哦，按樣型，古數唔係講好食甜氣嘅朋友就會觸到糖尿病，亦係唔錯嘅一隻觀念嚟。一解下我講嗬，也有一啲嘅關係啦，不過有啲人冇食糖分，唔好食甜，同樣會得到糖尿病，亦係體質嘅關係。古數係有體質嘅關係，下太多嘅。不過較好食甜嘅人，當到係較太強，嚇，較皮嘅人嚇，較有機會得到糖尿病。係，好古數呢，Andy 講啊，本身好食甜來講啦，嗬，你可能對一個人講，太強來講哦，只係會太強，係會太強來講呢，你本身呢係會觸到糖尿病，唔過亦都係太強來引起嘅咯。係啊，台灣糖尿病嘅病人有150萬三。台灣有150萬三按多呢，150萬三都用講按多嘅慢性病嘅比例來講吼，佢都比例算係差唔多大體幾名。哦，嘅安尼，我看用嘅比啦，吼，差唔多130有78三吼，其實同嘅腎臟病嘅比例差唔多嘅。當然高血壓行較多啦，高也算清高嘅啦。按用嘅比例起來算咩高啦？130左右，差唔多70、80有也講講血糖嘅問題。係40歲以上吼，13有13年都有糖尿病。年紀越大吼，糖尿病嘅機會又較高啲位。按樣型吼，古所一個糖尿病也下林醫師老太家來提到講到嘅，即係一個可能你老體重有關係。那我一點哦，談起來，從你是老人嘅年歲沒有關係。係有。按樣型嘅古所咧，你係講愛預防來講咧，佢亦都愛控制好嘅體重。係冇問題。第二呢，好做你嘅一個年歲大嘅時節咧，嗬，愛自家嘅空間管理，做比好來了。係，下擺講較強壯啲話，多運動。係，也會有影響。好，講到也會影響，還有另外一種問題，頭先都邊講到，一個即係講太強嘅問題啦，嗬，還講年歲大，也老人你講頭先提到嘅連續劇啲報道講嘅胰島素，咩關係動態咩嗬？又係你胰島素產生乜嘢樣嘅問題啊？胰島素嗬，身體要有胰島素嗬，嘅身體當會有辦法利用嘅血糖，但是胰島素唔拉嗬。
嘅血糖會高起來。雖然嘅血糖當高，個身體吼冇辦法利用，最後係個糖尿度吼流出來。胰島素係將頭嘅血糖嘅吸收吼相當重要。都係講都你延伸來講啦，吼都一個血糖吼，應用嘅本你身體來吸收來做利用吼，也你胰島素都一定重要咧。係講你胰島素唔拉嘅時節，也可能你身體就會有問題。係講強度嘅時節，也都全部會產生問題。按用講白錯冇？錯。好，也都係講到嘅胰島素啦，韓國。也下講到會有一個糖尿嘅也問題哦，血糖嘅也有問題嘅朋友吼，睇睇也下基本咯，就作為啲講有一幾種嘅你嘅原因來引起嘅。不過呢，也下咧吼，像血糖嘅部分吼，唔係單槍吼，應講肝片吼咧，肝片可能就有分幾下種，好冇？好，血糖嘅部分應該佢咩要分到幾下種，佢睇睇分到幾多種。一般來講，吼，看係有到嘅，也圖卡都係一個血糖嘅一個分類嘅部分。看到嘅，它分體液型嘅糖尿病、天然型嘅糖尿病同很多妊娠期嘅糖尿病啦，吼。體液型嘅糖尿病，大部分吼，佢係原因係胰臟吼冇辦法做胰島素，變胰島素唔拉，大部分係發生嘅後生年。也係生兒嘅時段，因為佢冇辦法做胰島素，也較少，差唔多130都有50年左右天。天然型嘅糖尿病吼，大部分都也做130可能有90到95%啦，吼。佢因為係身體對胰島素嘅反應冇好，佢唔係胰島素唔拉哦，佢係胰島素反應唔好。唔好嘅意思同其實同唔拉也差唔多嘅意思啦。一隻係反應唔好，一隻係反應咗胰島素來講嘅唔拉不足。胰島素唔拉，也係反應唔好。好，一套一般來講係40歲以上，冇都較太年較會得到。佢頭先按提到咧，嗬，係講要寫嘅，嗬，自家愛強壯，愛運動，嗬，各方面自家控天管理愛好好來做嘅。係啊，講胰島素嘅阻抗，都反應冇啊，嗬。第三種係很多妊娠期嘅糖尿病啦，都帶生兒咧，細阿妹嗬，佢帶生兒咧係因為懷孕期間嗬荷爾蒙嘅改變，佢對邊血糖嘅控制會較無按好。唔過也後擺生兒種出來，也血糖都好嘅，都冇糖尿嘅問題。按樣係咯。唔過有部分嘅妊娠期嘅糖尿病嘅病人吼，會變嘅天然型嘅糖尿病啦，不過也比例唔會算清高啦。嗰時候係講要健康寬態度嘅應該專家吼，作為婦女朋友來講吼，佢係講有一個講對寬態度嘅時節有一個血糖高嘅問題，一時節佢講生兒講體咧。一時節可能有問題就冇咧，都恢復咧。有啲係講內分泌嘅一種問題。唔過咩有可能咯，都轉變到天然型嘅糖尿病。天然型一般係講先天然型應該講都係先天嘅。大部分係。天然型嘅就係後天嘅，有按用嘅怎講？其實也冇一天，因為天然型嘅吼，因為佢可能係某個自體免疫嘅問題啊，也可能病毒感染，包括胰臟吼，本嘅破壞體咧，佢冇辦法能夠做胰島素。有咩冇一天係先天咧？當到唔過原因唔係講清楚啦。唔過天然型咧，一般來講都係較太強啦，胰島素反應冇按好啊。佢都變對血糖如果控制較差，係按太強啦，顏色太咧啦，胰島素嘅反應冇按好，就係都你阿講講到，想講有血糖嘅比例來講啦，嗬。天然型按就做啲講較少，就5%，嗬。天然型哦，真係就較多咧，嗬。大部分都係天然型嘅。所有嘅講有血糖嘅都有95%，太甜都有這個問題。哇，古數咧嗬，你都一個寬態度嘅時節，荷爾蒙嘅改變嗬，一時節對生兒咧也係太年啥會有乜嘅樣嘅影響冇嗬，一時節要注意乜嘅冇。喺寬態度嘅話，懷孕期間嗬，迄個是血糖冇控制好，嘅生兒變嘅糖分太好，會太強。嘅生兒會下擺4公斤、5公斤，對媽媽種生兒咧也較冇叫。會較太就較重咗出嚟係嘛？太重，下擺講睇新聞看到，講有人種5公斤、6公斤，當到係媽媽吼佢有糖尿病的事嘅。安尼吼有生兒下擺會有危險到後期吼，到安尼懷孕嘅後期。
它会去胎盘啊，它会出问题，其实也要控制。我说本身喺讲有也讲宽态度的时节，有也血统问题哦，也就变做讲也时节要特别强心，特别来注意的。哦，真是呢，吼，因都讲到也个血统的种类啦，吼，讲有也个糖尿病朋友的伊只种类来讲分做3种，吼。3种来讲呢，因喺讲宽态度嘅不应该做特别注意、特别强心咧。好，再过来，因也系其中之一。宽态度的时节，怎么有一种嘅反应？因为一种就喺牙齿甲本身来讲啦，吼，喺讲有也个讲血糖高嘅朋友咧哦，吼，齿甲本身有血糖高咧，唔过呢，讲真实咧，吼，记到就想讲，也时节我讲生年咧咩吼？佢我要準備嘅，像記得有乜樣嘅風險冇嚇？其實佢糖尿病嘅小妹嘅，假是愛懷孕嚇，佢懷孕嘅期間嚇，其實危險性會比一般人會較高一啲啲咧。危險性會較高一啲啲咧啦，唔過也一啲啲嚟天天啦，一啲啲嚟啦嚇，因為也口好越來越好嘅啦嚇，只要較強壯，藥會好好用。豆運通嚇，要講出嘅健康嘅寶寶來，其實唔可以難啦。哦，唔過佢假使冇控制好嘅話，嚇，如果他講嘅生年咧會較太雜，哦，變巨嬰症啦。係，唔過也生年會較太雜來講，生年咧空氣問題會有影響喎。沒有影響，佢身體嘅抵抗力啦，也會有影響。不過我講生年嘅期間，佢也較危險，較冇用。哦，個到後期吼，講講那個養分我唔拉，胎盤吼我它會剝離，也會有危險性。哦，咁所以就體體講到一個本身咯，講係有一個血統嘅本人家嚟講啦，嗬。我講生年咧，我一段時間來講嗬，雖然講我控制行較好。係哦，即個都要當注意，行過應該就要找時間再去醫院問醫生來做各方面嘅檢查。血統已經會控制好。好，也講血糖要控制好嘅部分，好，亦即講也個糖尿病嘅一種分類體體都壓到，唔過講真實嚟，鄉親朋友有想過一種問題冇？一下現代人有冇有按到血糖嘅問題，可能調高咩會有，一留喺啲嘢下嘅一個生活形態啦，嗬，亦都係咩有一個影響咯，啊都想來問下點意思哦，因為下生活嘅一個形態啦，一講當然哦，即係講揾工業啊，嗬。一個生活作息唔正常，亦都咁係影響嘅原因。也有影響。頭班人講糖尿病係富貴病，富貴病誒，有錢人特別會得到。其實也不一定啦。人講乜嘅食量好咩？也現代人好食好，食得精緻，又冇運動，又變較皮，血油又較高，也一類嘅人好嘅糖尿病得到嘅機會，如果大家同多。國家當多，不過遺傳其實也參當重要嘅部分。故所一下現代人嘅一隻生活習慣來講啊，嗬係一種嘅原因，嗬。再過來咧，遺傳基因也有影響。呀，係講冇下人有人，嗬，種皮有一方面嘅問題嘅時節，生人咧會有嘅比例有幾大？有研究講，嗬，家爸爸媽媽冇糖尿病，生人得到糖尿病嘅機會，嗬。差唔多1%，1%天天。爸爸媽媽有其中1、3人有糖尿病，生人得到糖尿病嘅機會係20%，高咁多哦。真是。但是爸爸媽媽2、3人都係有糖尿病，嘅生人得到糖尿病嘅機會50%，一機會。那做一般嘅呢？變也遺傳嘅機會動態。故所一個遺傳嘅一個問題，咪係一隻當重要嘅一隻原因咧，嗬。學生來啊，一個有血糖，所以講有一糖尿病來講嘅初期哦，不要呢條嘅症頭呢，鄉親朋友應該當上愛啲咩？應該下添將來留大家嚟講，先到入邊哦，來聊下嚟。好
來鄉親朋友一起困過後啊，轉到福起來咧，節目嘅現場咯，嗬。今邊係8月何康健來報道嘅單元，同大家向下來關心到一個空天話題啊，係講到一個童謠嘅，講童謠片嘅一種問題啦，嗬。即有血統嘅朋友，運用嘅時候運用嘅啲啦，基本都現場咧，所以鄉親朋友有請到林醫師我來到節目嘅現場，係講鄉親朋友知道，講到嘅主題有問題上嘅問，都利用時間，利用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咧，一下呢係種夾夾咧，頭先到了之前提到嘅都係了解個童謠片嘅初期嘅時節，不要呢啲嘅鏡頭，可能當到嘅朋友都講，比如講係冷凍好咧，係冷凍嘅時間啊，就會講，可能會屁股特別當用食到一樣嘅，會頭牙痛，係可能都吃到熱咯，會生熱都係用難怪怪嘅，一頭要按到嘅鏡頭，係講有血統嘅問題嘅時節，幾個鏡頭會用嘅啊？喺度講3多咪嗬，嘅血統嗰位嗬，初期嘅鏡頭嗬，一開始最會早，仲會最早，就飲食茶。因為血統嗰嗬本身都係一個會最早嘅東西，血統嗰會最早。嗰時你講到也生意，佢本單來講，佢可能飲食茶都是嘅量來講，都差唔多幫完來講都係日頭，可能幾多比茶樣都好，唔識講有一計講一下倒一下少，係講顯風好點嘅，應該加息幾下比。係啊，都有可能用飲食茶用其他最係按照，因為血統高，如係嘅滲透要較高，嗰邊會較會最早。血統高嘅時間，嗰個會濕得到，點到都係應該。依個係最早食嘅食茶會多，天依個係食東西食到。所以連食東西咪會食下到嘅，一下時間我都想到咧飲食嗬，嗰陣時會飲到飲太強嘅。飲食飲到嗬，因為當胃毒藥，因為佢毒藥嗬，因為身體嗬冇辦法利用胰島素，胰島素冇辦法利用，唔拉嗬糖分都冇辦法利用啦。如果肚時會動藥。嗰時候佢會食肚時會搖，佢會食按到係因為胰島素唔拉。也反應模糊，唔拉反應模糊，所以佢反映出來嘅分泌出來嘅胰島素佢嘅質冇按好係嘛？冇按好，冇都係嘅，因為有阻抗、有抗性，身體對呀胰島素嘅反應較差，呢邊血糖冇辦法同嘅細胞利用，呢邊用色嚟按到嘅血糖按高，唔過嗱細胞係肚皮啊，行我同身體講，我多食啲嘅東西啊，我補一啲咧冇辦法我當肚藥啊，因為冇辦法利用血糖嘅關係，呀路邊奇怪又食。飲食用我飲食又食唔會飽嘅樣嘅，真係咧，飲食都食唔會飽，跟上班下當地一樣，都奇怪咧。我人用阿妹食阿妹嚇到咧，嗬，也就講到好點點，我食按多，咩人講食茶咩食按多，也就2種咧，嗬。也第3種係乜嘅？第3種係尿道。正常啊，係講食茶食了多，當然有入咗有出啦。係啊，因為糖分高、血糖高，本身都係一個利尿嘅東西。血糖本身都會利尿，冇食水，佢嘅供氧會尿會多。不過因為係正常嘅，佢最早會去拿水食，水又食特別多，變就又食又尿又引出來，又引食水，尿係較多，變尿道係安尼原因的事。哇，真係咧，一再講初期嘅一隻鏡頭要3度咯，我講啉來講都係食茶嗰方面都會食較多，也食東西來講，咩印度記都飲食，唔過呢，人講油膩嘛，做油脆啊方面，就講像佢就唔是少嗬，佢就行咗嚟排出去一樣嘅，唔過也3度話都係因為一個同樣嘅朋友來講，真係初期嘅鏡頭，係講要注意到來講，會較好啲嘅嗬，生下來因為講到嚟嗬。食東西食係動物食，唔過咧，佢嘅本人看到嘅，即講佢嘅體重來講，會較濃郁，唔係講像人一般嘅飲食飲太強，一點流食到嘅算係對飯嘅咧。應該講，糖尿病一般來係較太強嘅人，才會得到糖尿病。太強嘅人會得到。有種奇怪不過伊糖尿病一開始係冇控制好，佢當我食咯，不過又讓我飲來飲超，因為糖分都流體嚟，種門診下擺會堵到。你講我研究 VQ 糖因為半年來超過10公斤，
係半年嘅時間係冇，我差唔多一步嘅。一步嘅吼，3張嘢半年，伊講超過10個月，當時講迄咩斷癌症啊，也冇得問題。哦，如果血糖一量300-400，300-400，你表示佢都係個糖尿病，個血糖流太多嘅時，又唔會利用安尼糖分。不過講真實咧，可能當到嘅朋友都會去問講我一下 MT 都會按到一條針頭啊，吼。太體啦吼，做迄老，你講到3度，大家都應講到當像運動輕鬆嘅樣嘅。不過愛發現嘅時節，像你冇按簡單冇按改咧，有時節，你做得對呢條嘅其他嘅方面吼，迄啲講牙齒甲本身，迄講要按用嘅針頭嘅時節，牙就愛來注意。比如我頭先有提到一隻遺傳嘅問題，係遺傳吼，我體嘅遺傳係最重要，特別天然型嘅糖尿病，遺傳嘅關係特別明顯。他又講喺爸爸媽媽2-3年都有糖尿病，細年嚟得到糖尿病嘅機會係50%嘅一般嘅機會。天然係講嘅較皮，他又講較皮嘅人吼，身體嘅胰島素對胰島素嘅反應會較差。喺裏邊血糖如果高起來，變較大條嘅人，嘅天然型糖尿病嘅機會也會比一般人較高。較高啲位，個也個他又講嘅現代人又較少運動，血油又較高，也全部都係糖尿病嘅高危險群啦，從也都要較注意啲位。頭擺中生嘢家下講嘅懷孕期間有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嘅糖尿病，像也一類也較有機會變嘅天然型嘅糖尿病，他有提到，不過超過40歲以上，代謝較差，身體用嘅愈較反應較無安好，同樣也係糖尿病較有機會。不過也時間係做愛來問嚟哦，要超過40歲，要上40歲嘅朋友嗬，我用嘅去啲講，我也係推車各方面變到合唔好啊。係啊，嘅40歲以上嗬，其實也都做得也當年嗬，也2年，其實做得做一個身體檢查啦。當年也係2年，2年做得做一次，2年做100嘅身體檢查，係對設計來講，頭先係應講到嘅空間管理，空間管理係講管理到好來講，然之後唔會少講要按到嘅問題。有時節2年做100嘅檢查，健保有給付哈。不過一般來講，係希望40歲以上最後當年做一道孔杜氏嘅血糖嘅檢查。當年做一道，像做1種就好了，一種。係啊，做得下擺安尼量一下，也係個那個下擺有人嘅同社區篩檢啊，量一下血糖，看一下。某一天講喺醫院出現，跟各位佢較大條嘅人，有屋企有人得到糖尿病，血油平常係較高、較無正常嘅人，咁希望可以較早啲位來檢查。因為也係嘅糖尿病較會得到嘅較危險嘅族群。所以講到你反而講到高危險群嘛，高危險群嘅朋友頭先提到嚟咯，太橋、微傳、行過咧，你也係人較少運動嚇，血油高，行過就係講歡迎加寬太多嚇，有時節係講有一個血糖高嘅問題嘅時節，過後可能就會有一時期來講，就係講。雖然總體嚟講係冇有問題，你行起出價要注意，要去對焦，要養心到嘅。再過來就係要上40歲嘅朋友，都係2年有100免費嘅空間檢查，係講出價咧，當然都去做下嘅紅心度嘅時節嘅一隻血糖嘅測量。清好呀！也都全部係講做嘅對我嚟講，應該啦，因為以防來講算係做到要。講合格啦，有合格咧，有70-80分嘛，應該有咧，應該有啦，我越做啲有糖尿病，較做控制也就清好啦。真係咧，係講啲嘅係唔去面對，也係講冇下講要按用嘅加速式嘅時節，無想去面對，無想去插旗嘅時節，嚴重起來嘅時節都當定然強了，也都講到一個血糖嘅一隻，講做得下做到發現，係個設計係講一方面高危險群嘅朋友設計做要注意嘅。再過來咧，也俾人看得到嘅真係咧講有血糖問題嘅朋友啊，最強嘅有問題，我想一度接談到嘅就係木造嘅問題。
嘿，也其实有同多种的问题，算来有哪条的？糖尿病迄个是血糖无控制好，其实个并发症吼同多呢吼，从头脑到脚全部都有吼。你像讲诶，头脑迄发较会中风，吼，中风啊，中风因同多因为迄糖尿病的原因，血压高也会，糖尿病也会。嗰时候有同多朋友可能佢中风诶，佢爭啲個，爭啲有糖尿病係有，不過較少啦，較少，因為更多中風嘅都是其他問題也出來嘅。真是。咁主哈，他主持人講到，同多年會失眠，也係一下失眠，咁主可能到最大嘅原因，都係糖尿病引起嘅，因為有白內障啦、青光眼吼，咁主啊眼底會出血啦，吼，也都係會都會咁主會看唔到。古所有啊糖尿病嘅朋友，自家嘅目睭，愛多注意去看，多注意，定期去檢查一下。一時節其中愛，比如講腦部嘅問題，可能會有血壓嘅問題，愛去看血壓嘅醫生。目睭嘅部分，你咪愛去看眼科。心臟同到係血管活塞度，我講心絞痛啦、心肌梗塞啦，吼，也係心臟最佳步到位。係，好，再過來是係野味問題。像野味，你都看到青島都係個野味會發熱，吼，嘅腳會腫啦，野味會發熱，愛食野味。而家13年前食來食野味人，吼，13年有40到50，吼，係因為糖尿病。食野味14有。40到50，係因為糖尿病嘅原因，係差唔多一般，經過可能會超過一半。吼，嗰邊嘅糖尿病吼，有人講啦，係冇控制好，從得到食藥味，差唔多30年都會食藥味。得到也血糖嘅問題，血糖高嘅問題。係要冇好好控制。要冇控制好，30年。可能30年藥味都快退咧，我準備食藥。真正嘅吼，古所喺講本身自家有了解血糖問題嘅朋友，會較強心啲位哦，好好來做控血管理哦。再過來就係也係看到也個腳啦，應該數咪強用啦吼，即係敏捷嘅，吼，敏捷嘅也個應該數腳也部分會順快較唔好。係啊，因為佢腳要行較敏捷，比數行較敏捷吼，因佢嘅。因為糖尿病嘅血管我較會硬化，較會食到，哦，嗰個要抵抗力要較差，上口吼，都係咪一個上口唔會好，哦，唔會好要接發炎，哦，都係會好，都安尼引太狂，哦，都係會冇辦法嚟腳都愛肌體，哦，亦係同美國嘅強樣，台灣嘅強樣，肌腳嘅最大嘅原因都係糖尿病。哇，就係都一下來講，係因為糖尿病啊，一個腳肌體嘅啦，吼。後再過來就係一個男性來講咧，吼，即係一個部分性功能嘅問題咧，吼。也個門診吼，嘅同佢細奶係咪太後生嚟講嘅全部佢都唔會談，講到佢係性功能會變較差，會聽，他會注意咧，好，不錯咧，吼。我也有因為佢有係血管嘅問題，吼，他們40歲糖尿病冇控制好，性功能會差好多，一定要特別注意。係對日條部分啦，吼，因都透過日嘅每節目來流向前面要來講到，真係要注意嘅部分哦，都血糖嘅部分真係要注意當到呢，吼。喺講自家本身有一個血糖問題嘅時節，有時節吼最強嘅就係買愛食藥啦。愛注意個胰島素也得哦，應該真實嚟啦，嗬。喺講呢，本身有樣問題嘅時節，愛樣嘅來做好一個應該控血嘅管理，本身個嗬，對一個唔會因為一個血糖嘅問題來慢慢嘅學本身體控血原來唔好，應該下天繼續來啦，大家來講到，先來聊下。好
来，乡亲朋友，困过后转到了节目嘅现场咯，转到了节目当中，向翻来提倡大家哦，那个期待前面讲到嘅，了解同血统有关嘅空间话题吼，有问题问医生做下时的打电话到现场来。头先咧讨两个料之前吼，有来提到嘅吼，两个脚肌皮咧，所以来血统高嘅朋友係一定多咯吼，比例来讲真是當高，一時間下吼。有血統問題嘅朋友，記得我來做一件事情，就係腳部嘅一個照顧，真是要照顧好來吼，也按樣嘅照顧呢。好，你先講一下做嘛腳我壓唔會好啦吼，因為血統高吼，嘅血管較會硬化。血統高頭先有提到嘅血筋啊，吼，血筋會硬化，係較會食到，變較米條嘅，較米節嘅素菜較會食到。第二個嘅糖尿病叫嘅吼，神經會較退化。神經退化就係佢嘅感覺講會燒、會冷、會痛，亦都全部感覺到。變有危險性吼，會痛見。比如講佢講行路行下，有塞頭肚吼，按你頭尾到位，一般人會塞頭會痛，會難這樣。結果呢，佢冇感覺，塞頭都對會肉肚空氣嘅，佢咩唔對，後邊按都會發炎。咁門診下擺接會肚到，嘅老人家吼，糖尿病都較好起嘅，去洗手水。洗手水，嘅手水應該都冇感覺，都很大都係完全冇感覺。都會不會都洗完用洗水泡嘅水頭嘅，真是啦。都愛肚到，安尼接會肚到，係變要特別注意。有啲人講啦，吼，嘅因為腳吼樹吼，都會不會對溫度嘅感覺會較差。有啲人講，因為安尼樹啊，安尼去試看呢，到個樹吼感覺較好，吼路邊對手水啊也感覺會較對。冇講啊，腳啊，快少水哦，安尼都用尖到去尾都，讓都個縮起來都唔記吼。真是咧吼，個鄉親朋友吼，也嚇醫生來大家來講到嘅提到嘅，就係腳部腳嘅部分，按樣嘅來照顧。也每節嘅成件哦，一定人講嘅就係體熱吼，就係佢嘅受冷感受唔到，痛嘅感受唔到吼。係真是咧，也嚇人就愛好好來總講就係愛照顧，當然方法都當到吼，你做啲片面，因為佢感覺唔到嘅時間，用其他嘅方式吼，亦都講對呀嘅舒張嘅素菜。來煎，一講來吃下佢嘅溫度，看係唔咩按手，一定要全部做一啲咪嗬，一做講溫度嘅部分。唔過痛嘅時節仲頭先講塞頭、速度嘅，嗬，亦係講去踢到嘅，一定真係就很難到嘅呢。很難。有乜嘢方法冇？因為人家平常嗬，啲乜嘅言語，很多特別注意啦，嗬，特別注意像講下擺腳嗬，然後看咧，看我有乜嘅香港腳啊，有乜嘅毛嗬，好嘅腳洗槍的，用槍水洗就做得啦，嗬，嘅腳趾甲嗬，我剪，下擺腳趾甲我刮爽，我有上貼，貼長咗唔得嗬，雞眼呀，你也有我們較皮嘅嗬，嘅很多雞眼啦，吼，它的也皮盆吼，有啲人呢用個剪刀，皮羊皮用個剪刀去剪的咯，又冇手法好，冇手托好，結果都嘅孔嘅都越來越大，一隻細孔嘅都後背都變為截肢，所以同啲人講吼，手暖吼，特別注意，穿較好嘅鞋來着吼。講用嘅真係較好嘅鞋落買，唔係適合一生人咧就係最好嘅。像適合有人血統問題嘅朋友來講，佢哋嘅鞋落買咧，我都是啲下團啦嗬，佢嘅買係愛下盤嘅嘛。有人講啊，較盤較好啦，個鞋嗬冇做個暗鞋嗬較會扣爽嘅。古屬鞋咩愛買下太鬆嘅，看適合都好啦。太鬆一啲咧咩好做下盤嘅買，按樣做較唔會因為講鞋痛色嘅問題，因為按樣痛色嘅時節吼，就會緊張咩呀時節就知道，咩看東南行路可能咪很危險嘅。係啊，佢下擺安尼草啊，嘅循環會比較好啲嘅，冇安尼一個紫色吼，踢球嘅都壓到嘅，跟線路唔同吼。
安尼愈特别注意啊呢。好，也做係講到也係腳部嘅一種照顧，我而家講護理來講吼，也都對安尼太體來提到嘅，當然可能係要當到較有嘅素材我來注意啦吼。較有嘅素材當然就係上班行係講到嘅，我經驗咧。好，而係冇去照顧過，用講嘅其實可能就唔對，韓國特產人都要個木馬強用。好，也現場有天發生來講咯吼，也係你內府嘅陳小姐，陳小姐好。喂，主持人你好，醫生好哈。那個我客語聽不懂哈，那我常常打進去請教醫生哈，因為我們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我現在就是比較會那個緊張啊，就是要請醫生告訴我們要如何預防糖尿病這樣。因為我妹妹她們也有糖尿病的，那我是老大，我自己就會比較擔心，所以那個請醫生詳細告知，謝謝。好，也就係你講呢副嘅陳小姐講本身冇下有也家族有也問題嘅嗬，咁樣嘅來做預防，咁頭先其實你有提到嘅嗬，係想一下先來接另外一通電話，加下強下來做回答，好嘛？也係來接也係新做嘅蔡小姐。哦，你好。你好。來請問先生哦，糖尿病不可以吃太多那個飯嘛？但是來家裡我只有吃飯啊，其他都冇吃啦。那個有什麼可以代替啊？麵啊、冬粉還是高麗菜還是什麼？行唔行？好，來，你講到也得部分啦，真係鄉親朋友講到一個有血糖嘅問題嘅時節，可能大家就會要動到上去問你啦，好，講到也預防嘅時節，鄉親朋友頭先講到佢冇乜曉得講客法，你做啲較簡單嘅方式，用白米撈佢講一道咁樣。講建議，好。那家族史有糖尿病哈，那其實是要特別小心啦。可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啦，哈，不是說哥哥姐姐有我就一定會有。可是你要當做你有這個體質，好，當做有這個體質哈，然後你就定期去抽血，然後當做有這個體質，你那在飲食上哈，你要稍微節制，不要吃那麼多，然後多運動。好，那我相信那個糖尿病的機會其實不一定會發生。好，就會講到佢自家本身啦，吼檢查愛去檢查，因為可能有按樣嘅一隻體質，呢時間吼一個血糖吼，即個問題會出來，你唔低吼，去檢查。再過來咧，你來講到嘅還有嘅其他部分都嘢吼，醫生來提到嘅，鄉親朋友都來注意。再過來第二隻問題，食嘅部分，食嘅部分，你有乜嘅愛特別去注意嘅？當然家庭可能會要講到嘛，吼，有乜較基本嘅部分，像你頭先提到嘅。食飯，食飯，其實也當然大家人都係食飯啦，嚇。我我大約我講一下，我都有那個 GI 值吼，較高嘅，個較大嘅，因為食飯吼血糖會較會動一下就升上去來，一下有啲會較慢嘅，像講食湯米飯同糙米飯係個較好。對糖尿病人來講，糙米飯如果比湯米飯食糙米會比食也湯米會較好啲喎。青菜水果行嘅愛食，嘅均衡飲食行嘅愛做啦，冇太偏食啦。該食嘅行嘅愛食啦，強在愛強在個多運動，個會冇偏食。有啲會解下會提到有啲纖維、高纖維東西多食一啲咧，其實唔會以難控制啦。好，又即係講到你食嘅部分，家下要講下詳細，你就落嚟講到嗬。而家現場係有電話過來接喺龍潭嘅陳小姐，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見。林醫師好，我就請問一下，先講以下當中人唔止講糖尿病愛驗血。伊哋巴度驗尿，和當中人冇咧管驗。韓國誒，是到像歐洲地區有嘛吼，感覺較少糖尿病，係咪因啲咧食米食嘅關係？伊哋係咪講會鼓勵啲食麵會較好一些咧？按樣型吼。韓國嘅
糖尿病一般来讲，发现是要先食药的，食药以后3个月一般都会开个慢性处方签啦。有做运动啊，少吃啊，迄可比个血糖含膜降低，迄没有做老先生讲，药会做改变一下。哦，安样型啦，吼，我说也就问题，安尼都请李医师来老讲到咯，即那天花瓜睇咯，按住说哈，好真实咧吼，伊也给观众朋友啊，自家本身来讲啊，来蛮多嘅问题啊，知道像有的安尼就冇想到吼，一下人含迄唔知讲会染血，含迄会染一个尿系冇？也含有按多按样嘅问题，也较少的啦，吼，也太部分都伫吼，天时间来控度时啊，也系7-8分2点钟的血吼，营养都伫有糖尿病喎，啊，可也染尿，看尿肚上有糖分来诊断糖尿病较无准。他有讲过，看严重的糖尿病，尿肚上单位有糖分，他也系托拜嘅人咧。嘅管养，也爱较严格、较严一啲咧。好，也做讲到一部分。他讲，是咧哦，俺头先其实因讲到一个嘅系统嘅控制嘅部分啊，然老师也讲糙米会较好啲位，也直接又讲到欧洲嘅片，较像伊较无安样嘅问题，迄日老俺有食一米食，也系爱食面，也有安样嘅问题嘛。其实生面没穷药，但是米穷药，米穷药的糖尿病的机会也有啦。其实欧洲嘅片吼，糖尿病的比例唔会比台湾较大啦，差唔多嘅，全世界都差唔多嘅。错，个食胖米饭，有人讲血糖会较高啲位吼，其实也冇一定啦，因为当然还系爱食。只讲莫食按度，食较少啲位。只讲有的人讲，他摆食一啲嘅全麦面包，食一啲嘅那个全麦制品咧，他摆个糙米啊，吼，食一啲糙米，食一啲嘅豆类嘅，啊，红豆啊，五谷米饭啊，也对糖尿病嘅控制会有帮忙。哦，故说啦，吼，因一个食的部分，佮按用来留，因观众朋友先来讲到，当然，因讲到一个药嘅问题，因家下咱个继续来讲到，也先来接天花，也系因台东嘅刘先生好。哦。嘿，来问安利米斯嘛个用嘅问题。哦。喺检查嘅血糖吼，不能5.2啊。但是5.4、5.6也到5.8啦。啊，营养师哦，然后讲用这个方法来控制哦，我冇法度啦。我将来一定要做那个做那个인슐린吼，那个咩做肚皮样嘅，嗰個做嘅藥頭路啊，你話啦。安樣型吼，好，也都自家本身也係問題啦吼。你先留天花瓜睇咯，家下聽面請醫生吼，將來攞做下辦證嘅回答吼。按住說吼，也時間就先到夜尾嚟哦，我聊下家下咧整到節目現場，將個來回答鄉親朋友嘅問題。好啦，以後前咪要歇困過後啊，將到福起來咧節目嘅現場咯。頭先啊，討論嘅了之前，鄉親朋友有蠻多嘅問題哦。誒，然後都一下都我來請李醫師來留大家來做一張回答嗬。鄉親朋友愛探比詳細來咯嗬。頭先你觀眾朋友嘅問題嗬，頭先有了整理下嚟嗬，都請李醫師來留觀眾朋友來講到。係個台東嘅劉先生，佢講應講5.0到5.8。應該係講嘅糖化血色素啦，佢係安尼平均看3個月嘅血糖，除以下都低，喺5.8其實控制還算以好。故說安尼台東嘅劉先生佢嘅一個控制來講啊，或者講佢食藥嘅控制算起來應該冇乜嘅問題。迄個是啊，迄個是喺糖化血色素5.0清好，即台灣嘅話吼，係有小於6.5都算當好嘅。劉先生控制到5.0，表示呀血糖算控制以後，繼續按你控制就做得。係，故說都係佢講到嘅愛注射呀部分應該都係唔是去考慮到嘅啦，嗬。
好，也做係講到呢推動流行啥問題，就按用來做一個回答咧嗬。另外頭先呢嘅陳小姐嗬，應該龍潭嘅陳小姐咪就講到一個藥物嘅問題嘛嗬，對呢做一個胰島素用注射韓國食藥嘅一方面嘅問題，從按用嘅一種情形來講嗬，係想咩愛請林醫師來同大家來講下。他冇有嘅講糖尿病有分3種，第一型嘅糖尿病，因為佢身體冇辦法做胰島素，變佢要一生年都要用注射，佢做唔得用食咧，食咧冇效。第二型嘅糖尿病，大部分人都係一種啦，一開始做得先用食咧，食咧當看控制好冇，係到後尾控制冇按好，醫生會建議用開始打同胰島素強下。用1日打1刀，個有強用食咧降血糖嘅藥嘅，2種強下安尼調定用，唔是講1日煮幾下刀啦。像個也仲有名嘅，像個李登輝李總統佢講佢台北4種開始佢都煮胰島素，佢後尾都控制嘅也當好啦，我30年嘅佢咪算當健康。一開始係食得多，當然用食，大部分人都唔願意用注射。到後尾迄假使血糖一切都控制唔好，食到3種、4種嘅血糖藥嘅話，請好較早地位來打胰島素較好，因為胰島素又開始控制血糖會較好控制。正常地位較好控制。我較好控制。好，故所藥嘅部分呢，因啲都睇睇一隻食藥，一隻係注射啦，也做係看自家本身呢，也情形係體質型嘅啦，韓國人自家本身嘅情形係樣嘅啦，而家現場有天花，嗰時來就也係苗栗嘅王小姐嗱苗栗王小姐，天花也下接到現場咧。嗱，有冇乜嘅問題呢？我先我有糖尿病啦，我嘅糖尿病唔知按樣控制。有去本醫院嘅先生來看過嘛？有啊，我有去醫院咧，有去長庚檢查過啊。講我糖尿病咯，3月份的時候190啦。190啦，係啊。都一下檢查出來有一個血糖嘅問題咧。而家有降低嘅啦。係。有降低170。一下做190降到170啦，你上一門講，從一下本身有驗出有樣問題一門醫生講有呢度部分我嚟注意係按樣嘛？係啦。好，按這些先拿天花講聽，請林醫師來讓講咯，一下做請林醫師來講下咧。大家都講糖尿病控制其實也冇按難，第一個要強在，冇食出甜咧，一天會運動，也兩樣好係最好嘅藥嘅。最好嘅藥嘅就係第一要強在，第二要運動。迄假使有較皮嘅話，要嘅減重，比如較粗一啲啲咧，按個血糖控制會較簡單。錯。其他嘅先生營養師會講到。講太甜嘅冇食太多啊，我想買嘅比例要用食啦，咁慢慢嚟落，係冇辦法控制好嘅話，食啲嘅藥嘅，其實按嚟會天數仲多。嗰上面做嘅靠一個食東西，也係個運動啊，一條方面就做得就講基本嘅控制，想做得控制得下來。較強嘅糖尿病一開始唔是食藥嘅，做得先3種嘢，先按嚟用運動。強在，然後會較粗一啲啲咧，有啲人唔是食藥嘅都做嘅。估咗一下，你觀眾朋友一陣問題，佢都講到190，面下又講到170，也係佢嘅檢查結果度來講，都醫療名詞算係嘛解？可能係飯前血糖，也係飯後血糖。按樣嗬。下擺可能佢長庚醫院可能控度是較少，可能係飯後2點鐘嘅血糖，190變170，係慢要去嘅，唔過有改善啦。嗰時佢一下按樣嘅一隻情形來講，因為糖度嘅自身來講，相對慢要去嘅啦，係愛下注意到嘅，唔過
算来係有改善到咧。改善。好，也做係配合到頭先醫生就提到嘅，也都方式吼，韓國啲醫院嘅醫生、營養師也都有講嘅吼，要來注意，吼大家向下來合作，用相信做得較好啲嘅啦，吼做得控制較好啲嘅，好也部分人都睇起來回答到嘢嚟哦。嗰生下來呀，吼係像當到朋友哦，就會想愛問到嘅問題啊，也就會設嚟吼，設嚟問題按樣嘅設吼，設嚟顏值啦吼，也會按要按到嘅一個內容嘅吼。喺醫生講一聊睇緊我嚟提到嘅，最聽一點啊，像頭先都也下應講到嘅，做唔得太巧，先學嘅係係，但係體上部分咧，體上嘅體上嘅部分哈，糖類、蛋白質同油分哈，其實我們食嘅東西哈。糖類差唔多係佔60%啦，蛋白質20%，也油哈20%，喺這樣嘅比例來吼，糖尿病人都做得，吼。一般來講，不過一隻糖類就按頭先提到嘅食飯，食澱粉類啦，吼，天然當然吼，喺較粗地位已經較好啦，要多運動，吼，嗰個也。做唔得太偏食啦，吼，其實糖尿病也冇講，也唔敢食，跟唔敢食，都係個營養唔拉，點都含卡唔冇，嗰有點當重要，因為天時天量，因為人有食藥嘅，有食藥嘅，做唔得講，一場啊食當多，下一場啊要冇食，安尼嘅血糖吼，我一下高一下要大，吼，因為我當冇控制。一般人咪強樣哦，一般嘅人平時就可能有得講。我平時可能冇忙愛食，老朋友約好嚟出去食飯啊，吼，有一種講食到飽嘅吼，佢可能都食到飽必必嘅，像安樣嘅情形會有影響。哦，安尼對糖尿病病人吼，盡量嘅唔可以食到飽嘅。那平時誒控制嘅人咧，都係健冇血糖問題嘅朋友咧。下擺做的人誒，一般來講，就冇接啦吼，接哈，因為吼大嘅暴飲暴食吼，其實對身體對慢年都唔好。當然嘅也少糖啦、少油啦、冇食暗鹹啦。血糖高嘅人吼，膽固醇會較高吼，從也膽固醇咧太高嘅東西吼，一天也冇食太多。好，也就講到一個部分啦，吼，也食嘅部分你要注意到嘅啊，吼，好，誒對於血糖高嘅朋友吼，較有幫助嘅食物，因為咩要整理到嘅啊，吼，也就係你要補充嘅，係記得我下接去食到嘅係講，就像頭先你講到嘅平均吼，乜解都愛來去食咧，從一個。膳食纖維提補多吼，纖維質，你頭先有提到嘅吼，纖維質愛食呢度嘅。像嘅糖尿病嘅吼，營養師醫生吼，一聽我講，要多食一啲嘅膳食纖維。膳食纖維吼，食咧吼，較會飽，較唔會較飽較久度。嗰個嘅也纖維吼，嘅蟲嘅吼，對安尼糖分啦、油啦吸收吼。會較廣大，多食啲纖維吼，較唔會安尼糖分啦、油啦，較唔會吸收啦。那個東西較有膳食纖維呢，像燕麥像燕麥對糖尿病病人當好，因為每天啊都每日都未當好。燕麥係上到去就問題就係，跟有到一個有糖，佢哋會本身都有會甜。也係調好嘅，跟住調好嘅，因為講嘅買嘅燕麥唔係調好嘅哦，吼，個調好嘅當然較甜啦，吼，像係講燕麥就像個麥片樣嘅，而且個煮嘅係冇味道嘅，冇甜味嘅，吼，燕麥要對降膽固醇也當好，青菜水果是一定要食啦，不過太甜嘅水果冇食太多，像黃梨啦，個西瓜啦，有啲太甜嘅吼，哈密瓜啦，啊快食一啲，如果冇食太多啦，吼。盡量先莫按甜嘅，有人講像個토마토啦、個芭樂啦，吼，都較冇按甜做嘅豆食啦，吼全麥製品啦、黃豆嘅啦、吼豆奶啊，安尼做出來嘅膳食纖維較多，吼，也可以多食一啲咧。嗰因為個血管糖尿病嘅病人血管吼較會硬化，吼較會蝕到，而佢希望多食啲嘅含維他命 C 抗氧化。嘅較多嘅吼維他命 C 嘅食物，好對維他命 C 愛食到，韓國頭先講到嘅維生素 B 群也都糙米也都愛來食啦，吼，所以差唔多70秒啊，落大家嚟講下一部分好嘛？我會愛食海參咧，海參吼，嘅有嘅廣告嘅維他命嘅廣告講，男人加鋅，女人加鐵，吼，鋅都會有隻鋅吼，嘅鋅係胰島素嘅一個重要嘅部分。
组成的成分。嗰個鋅吼對上口啊，補嘅較會較好，哦，個奶豆會較多呢，像牡蠣啊，吼，個小麥胚芽啦，同個酵母卵也鋅較多。好，故說也條夫婦呢，都請林醫師老太家用嚟做一隻說明咧，吼，你要基本嘅也時間啊，吼，做愛多嘢咧哦。林醫師老太家講到按清楚，吼，鄉親朋友應該有動態嘅疏忽咯，吼，係像還有問題做留本你嘅工作人員，吼，當什麼林醫師，安子說。好啦，之前都聊下家下，吼，共用聽得安尼運動欣賞，好好來運動，什麼大家。